大家好，今日要介紹嘅就係 Roblox 大典 Sunshine Islands 陽光群島。呢個地圖由 Edison Su 喺2017年10月開始建造。陽光群島係一個香港虛擬巴士遊戲，已經有超過1萬條路線完成。巴士公司包括永薯薯片巴士、盧奶奶茶快線、天光雞雞比巴士、爆爆谷巴士。區域方面，陽光群島由多個島組成：長島、甲島、弱島、雙島、月島、北島、書島、海怡、葉角、西海。歷史方面，2011年11月開始建，2018年隧道完成，2088年白鴿島完，李白出世嗰年永巴車廠開放。成就方面，2020年達成100萬人次，2025年達成7000萬人次，最高同時上線3600000人。最後用 rap 式讀出：長島、甲島、天巴、永巴、薯片、奶茶、雞比、爆谷、人次，剪。